还有危险啊！结果被塔克直接空中拦截。我的天哪！哇，真的要暂停了，又出现失误了。郑伟给到Julian，净算加罚 NY。哇，已经再回来。施晋尧转移到碰碰的手上，三分线外出手。Oh my god！ 暴扣篮筐起飞了，在航空。工程师现在三分的命中率比较低迷的，钱肯尼要来单打高国豪，结果说的他睡醒了，哇，这个球突然从后面冲进来，哇哦！哇，而且他在塔壁面前哦。这也让在整体的罚球得分方面，工程师错失了很多的机会。哇，这一次的房客是谁呢 ？Randall Wacko。应该很好打，结果塔壁冲出来，哇，简直打排球啊！哇，企业排球联赛这礼拜好像防或者是做到这个修 jump 的一个防守策略是比较，又来了一个 Jaren Young 跟 Anthony Tucker， 还有危险啊！结果被塔克直接空中拦截。我的天哪！塔克老师。Professor Tucker。